大家好，今次揀嚟嘅題目咧就係2021年啦，DSE 咧 MC 啦，第一條關於咧 Laws of Index 啦，指數定律嘅題目嚟㗎。好啦，睇睇咧題目咧問啲咩啦？嗱，叫你 simplify 啦，化簡啦。嗱，分子就係2嘅 n 次方再乘8嘅3n 次方 over 分母咧64嘅 n 次方。咁得4個答案咧，我哋都係咧同4有關嘅。嗱，點樣做咧？嗱，先咧抄題目啦。然之後啦，分子2嘅 n 次方照抄。嗱，8咧譬如2嘅3次方啦，括住佢啦，再乘3n 咁嘅次方，中括包住佢。好啦，分母啦，64變2嘅6次方啦，成個括再乘 n 次方。然後啦，分子變成2嘅 n 次方啦，再乘2嘅3乘 3n 即係2嘅9n 次方。over 咧，分母就係2嘅6n 次方。嗱，然後啦變做咧2嘅 n 加 9n 咁6n 咁嘅次方啦。咁變成咧2嘅4n 咁多次方嘅。嗱，留意4咧係都係2乘2，所以下一步咧寫成2嘅2次方啦，成個括弧啦，再乘2n 咁多次方嘅，最後變成咧4嘅2n 次方啦。所以答案咧就係 B for boy。嗱，大家記得咧訂閱我哋頻道啦，歡迎咧大家咧 share 咧俾身邊咧有需要嘅朋友，記得 follow 我哋。嗱，除此之外啦，大家望望咧右手邊啦，咁咧今年咧一啲 DSE 考生嘅成績。其實我哋部分學生啦，考出嘅成績咧真係都唔錯嘅喎。如果大家咧想咧升 grade 啦，或者希望咧我哋咧幫到大家嘅話咧，可以隨時咧歡迎咧查詢咧我哋嘅課程嘅。咁記得 WhatsApp 問我哋啦。多謝大家嘅時間。